鳌拜，自朕亲政以来，你可是第一次向朕行跪拜之礼。罪臣以往对皇上不敬，罪臣罪该万死。这么说，你是想明白了？皇上，罪臣是三朝元老，罪臣不愿意看到大清亡国，不愿意看到八旗子弟再退回到山海关外去。鳌拜，你个大胆奴才，竟敢用这么恶毒的语言咒骂大清！难道没有你鳌拜，皇上带着文武百官就守不住大清江山吗？没错。哼！皇上，您瞧见了吧？鳌拜这奴才还是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。鳌拜，朕看你还是继续待在这天牢里，慢慢想明白了再说吧。皇上若是连罪臣这样的三朝老臣都不肯放过的话，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那些降将们，他们心里能踏实吗？这江山虽然表面上兴爱新觉罗，其实这举国上下到底还藏着多少前明的余孽？皇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棋得一步一步下。等朕收拾了你，朕自然会把那些威胁大清的敌人一个一个揪出来，然后清除掉。不，皇上，虽然罪臣威胁到了大清的皇权，可罪臣绝不是大清的敌人。正是因为罪臣不忍心看到大清亡国，罪臣冷静下来以后，这才肯放下与皇上的私怨，愿与皇上共同去对付大清真正的敌人。皇上，你既然已经烧了罪臣与朝中大臣们来往的密信，足见皇上你的度量和谋略。那皇上为何就不能再大度一些，恕了罪臣呢？万一康熙和鳌拜谈判成功，对咱们整个联盟是很大的损失啊！当务之急是必须想办法破坏他们的君臣谈判，抢在康熙之前查出鳌拜埋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奸，除掉这个祸患。眼下唯一能办好这件事情的只有奕欢了。我看得出来，康熙很在意小师妹，今天突然把我从贵人升为嫔，其实就是为了刺激小师妹。康熙把你升为嫔，关奕欢什么事？大师兄，你先别紧张。正是因为小师妹对男女之事很懵懂，所以康熙才会变着法儿试探她。这也说明了，小师妹对康熙只是结拜之意，没有男女之情。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现在事态如此危急，我也只能顾全大局了。不瞒皇上，这些年罪臣在吴三桂和反清联盟中安插了不少密探。这些密探只听命于罪臣一人，若是皇上杀了罪臣，他们就会变成聋子、瞎子。哼，鳌拜，鳌拜，朕听明白了。你虽然嘴硬，但是你还是想活。这样吧，你交出你手下的情报网，朕就饶你不死。事到如今，咱们君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皇上让罪臣重获自由，戴罪立功，这情报网由罪臣负责管理，否则罪臣就把这多年来建立的情报网一起带进坟墓。大胆奴才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跟皇上提条件？你是在要挟皇上吗？不是要挟，是请求。罪臣请求皇上，为了大清，不要再两败俱伤。罪臣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，皇上是不是也该拿出点诚意来呢？鳌拜，你要是真有诚意，就应该先交出大补丸的解药。这大补丸的解药，恕罪臣不能交。那李氏兄妹二人绝非善类，
若是罪臣不能活着出去，亲自查清他们李氏兄妹2人的真实身份，那罪臣就算是拼上一死，也会拉着李氏兄妹2人陪葬，算是为皇上除去这一大隐患，也算是罪臣为了皇上，为了大清国，尽最后一次忠吧。鳌拜，你是不是看到自己死到临头了，想拼着一死，除掉皇上身边2个最得力的人吧？你是想为你自己报仇吧？索图，你若是为着与我的私仇，去包庇那李氏兄妹2人，那你就是在养虎为患，你定会成为大清的罪人。鳌拜，你不用再挑拨离间了。李氏兄妹对朕到底是忠心，还是另有企图，朕自有办法验证清楚。看来皇上还是不肯相信罪臣，但皇上对李氏兄妹多少有了提防之心，那罪臣也可稍稍安心了。既然你不肯交出大补丸的解药，那朕也不必再与你谈判。皇上，你可知老夫的情报网从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3位藩王那里得到的？还有，从千名义士的秘密基地里得到的消息，到底有多可怕吗？危言耸听。不，皇上，绝非是危言耸听。只要皇上能够答应罪臣的条件，那罪臣马上就告诉皇上一件有关反清联盟的绝顶机密。皇上，罪臣保证，这条消息绝对值得你放了罪臣的。皇上，如果鳌拜方才所言属实，那他一直向皇上隐瞒这些机密，那犯的是欺君之罪。可如果他说的不是实话，那犯的更是欺君之罪。所以，皇上，你再好好想想吧，为了大清啊，皇上！朱哥哥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挑拨鳌拜跟康熙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谈判失败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我要你想办法劝康熙尽快答应鳌拜的要求，赦免鳌拜，放他回府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我来历不明，又有鳌拜从中挑拨，康熙本来就对我们没有完全信任。这个时候，若是再挑拨他跟鳌拜的君臣关系，反而会加重他对你我的疑心。鳌拜老奸巨猾，他不可能真的交出情报网络，他只会自己亲自掌控，但他一定会暗中与手下内奸联系。只要放鳌拜回了府，我们就有机会查出那内奸是谁。哦，那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就明白了。朱哥哥，你简直太聪明了！你呀，总算夸我一回了。哎，不过，如果那个康熙再对我动手动脚的，你可别再乱吃醋了。嗯。听说皇上被这个李一欢蛊惑得淋了雨，伤了龙体是吗？皇祖母，你别听宫里那些人乱嚼舌头。这孙儿啊，不过就是看到老天终于降下甘霖，这才一时激动，不管不顾的就冲进雨里欢庆了。此事和易欢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再说了，孙儿啊，只是受了一点风寒，已经服下了一剂药，好多了。哎呀，易欢叫得那么亲呐。其实这李一欢没有进宫之前，皇上可不是这么容易冲动的。不管是天大的难事，或者是天大的喜事，皇上都不会情绪失控。皇上应该明白，龙体的安康就是朝廷的晴雨表。皇上在后宫打了几个喷嚏，那不要紧，哎，这朝廷上下就是几番波澜。皇祖母批评的是，孙儿知错了，孙儿以后再也不敢如此放纵自己了。听说你准备赦免鳌拜，放他回府？对，这鳌拜侍奉我大清王朝3代君王，他的性子
想必皇祖母也是一清二楚。若是硬拼到底的话，最后只会两败俱伤。所以孙儿就答应了他的条件，放他回府。只要他还和他手底下的情报网有所联系，那孙儿就能找到机会。皇上之所以肯赦免鳌拜，不仅仅是出于公心吧？听说这李易欢是中了鳌拜下的毒，这解药是一直没有找到。皇上，你可心里着急啊？皇祖母，这易欢是为了孙儿才中的毒，孙儿自然也想公私兼顾。但是皇祖母请放心，孙儿绝对不敢沉溺于女色。对于这个易欢啊，孙儿不过就是觉得他活泼可爱，又会一些这后宫中人都不会的小技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够逗皇祖母开怀一笑。皇上，你喜欢他，不必拿哀家说话。皇帝嘛，这身边有几个逗你开心的女人，这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只不过是你要记住啊，这古人说得好啊，情深不寿啊。当年你的皇爷爷、皇阿玛，那都是不顾江山社稷呀。多少年来，哀家每每想起来，会为他们惋惜、痛心啊。皇祖母请放心，江山美人，孰轻孰重，孙儿心里有数。鳌拜，朕念在你过往的功劳上，又看在易欢的情面上，饶你一命，改为削职圈禁。从今以后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你不得离府半步。罪臣明白，罪臣定会每月按时送上2颗解药，以保世淑姑娘和李太医的平安。这情报网虽然现在继续由你掌管，但你要是收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，必须第一时间向朕禀报。皇上放心，为了回报皇上的宽仁，也为了我大清的江山社稷，更为了罪臣这颗悔罪的诚心，罪臣定会好好的打理这情报网，并随时向皇上汇报。鳌拜，你说你在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可喜以及反清联盟中都安插了眼线，这么多年，你可搜集到什么重要的情报？皇上，可否先让无关人等回避？你们先退下吧。皇上，这鳌拜虽然现在认了罪，可是他武功高强，万一他突然行刺，这外面的侍卫根本来不及护驾，不如让我留在这儿，还能帮您抵挡一阵呢。您觉得呢？好了，你既然不想出去，那就留下吧。是。皇上，行了，易欢是皇宫里边朕最信任之人，也是朕最心爱之人，你但说无妨。1个月前，罪臣得到一件密报，说是当年这崇祯帝吊死在万寿山之前，留下了一个铜匣，这铜匣里装了一份藏宝图，据说这批宝物富可敌国，得知者便有能力组建一支强大的武装，以对抗我大清王朝。难怪当年多尔衮进京之后，没有搜到什么值钱的宝物。原来崇祯那个昏君早有准备。除了这份藏宝图，这铜匣里，还有一份名册，上面详细记录着反清联盟的各个秘密据点，以及潜伏在我大清王朝上下的逆臣贼子的名单。那就更重要了。我大清虽已入关30余年，但是天下还有不少人心怀旧主，不服我大清的统治。这朝野上下必定还有不少居心叵测之人。哎呀，花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皇上，奴婢的头疼病又犯了，能不能
让奴婢回奴婢的永乐斋休息一会儿啊？肯定是你刚服下了解药，这毒性还未清除。这样吧，你到朕的玉榻上休息一会儿。啊，不用了，这皇上的玉榻，奴婢怎么敢去躺呢？你什么时候跟朕这么客气了？啊？你必须得在朕面前变得好好的，要不然呢，朕不放心。来，走吧。皇上。你好好休息一下。皇上，进来吧。那个铜匣现在在何处？回皇上，当年多尔衮得到了这个铜匣，却未解其意，所以把这铜匣连同其他物品一起收入到了国库。3个月以前，罪臣得知了这铜匣的秘密，并到内务府找回了这个铜匣，拿到了府上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居然不禀报朕，私自拿回了府上。罪臣该死。不过，皇上已经派人查抄了罪臣的府邸，想必那铜匣现在已经送回到大内的宝库了。来人，奴才在。传索额图，便让他把查查敖府的所有账目一起带上来。这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必须赶在索额图来之前赶回永乐斋，把铜匣给藏起来。皇上，奴婢这不是余毒未沁，而是奴婢的头疼旧疾又发作了。能不能让奴婢回永乐斋，让奴婢的哥哥给奴婢治下病啊？你都疼成这样了，还怎么回永乐斋啊？朕现在马上就传你哥哥过来。皇上，不用了。奴婢如果在这儿治病的话，恐怕会影响皇上处理政务的。没事儿，这索额图住在宫外，过来还要一段时间呢。朕先选你哥哥，让你哥哥过来给你看病。你要是不在朕面前变得好好的话，朕这个心里啊，放不下。来人，传李太医。龙小弟啊，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你这不是急死我了吗？等朱哥哥来了，我暗示他赶在索额图前面去把铜匣藏起来。禀皇上，李太医采买药材去了，只有蔡太医当值。朱哥哥一定是去慈航药铺跟爹接头了。哎呀，朱哥哥，你这次出宫的可不是时候啊！世淑姑娘突然头晕，你过来给她瞧瞧。是。待微臣给世淑姑娘扎上几针，先止住头疼再说。皇上，哎呀，奴婢的头疼好像好了。皇儿，你可不能因为害怕扎针，就不配合太医给你治病啊！没有，是真的，奴婢的头疼就是这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奴婢现在已经没事了。真没事了？真没事了。好吧，你先退下。是。现在怎么办呀？嘿，完了，这下死定了。